今日我哋就試下呢一部九龍 EW4 電動貨 van， 睇下係咪真係做到代理所講嘅慳錢大力、輕鬆揾食啊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28 Truck 貨車佬。咁先睇佢個樣啦。EW4 嘅外觀咧就屬於傳統客貨 van 嗰種四方實用嘅設計。咁我哋先環繞一圈睇真啲個樣啦。咁佢嘅尺寸咧就大概係4.84米乘1.88米再乘1.99米啊！咁出入大部分香港嘅停車場咧都冇難度噶啦。咁車頭格局咧就有個整體式嘅組合大燈啦。咁泵把嘅顏色咧就跟翻個車嘅主色啦。咁至於中間乘客嘅位置咧就配咗雙側嘅舵門啦。咁而家出車咧代理仲會送埋前後錄影車 cam。作為一部純電嘅揾食車，最重要當然係電池同續航力啦。咁啊即刻講講佢嘅動力啦。呢架 EW4 咧最吸引人就係佢嘅電量，佢擁有全港同款車型最大嘅電量86.1 kWh。咁官方就話啦，佢有成400公里嘅超長負重續航啊，相較市面大部分電動 van 300零公里嘅續航，起碼多咗20% 嘅優勢。咁電池方面呢，佢就採用咗磷酸鐵鋰電池，歐盟規格充電接口，亦都支持快充啦，最快2個鐘頭就可以插滿噶啦。咁實際試車啦，咁同好多電動車一樣，個動力就非常足夠嘅，而且行緊100公里時速嘅時候呢，個噪音控制都算唔錯。咁司機同乘客呢，都唔使好似喺街市咁大聲講嘢。咁我哋行咗轉新田公路嘅，咁在3個人嘅情況下呢，部車都算穩定嘅，但係我就覺得佢個避震係偏硬。咁但係原來硬係有原因嘅喎。咁貨 van 就唔同私家車啦。咁佢設計就係要應付長時間載重嘢，咁尤其係 EW4 啦，載到成噸幾嘢，偏硬嘅後轆葉片彈簧式支柱可以提供更強嘅承托力啊！咁喺車緊貨嘅時候咧，都可以保持車身穩定。咁喺安全性方面 ，EW4 都配備咗 ABS、緊急輔助剎車等等嘅功能。咁講完外表同動力啦，帶大家入去睇下個內籠啦。咁駕駛艙嘅設計咧簡潔實用，咁駕駛座同前邊左側嗰個乘客位咧都可以做基本嘅調校，咁基本配置都幾齊嘅，包括電動嘅前車窗、咁中控嘅音響系統，另外仲有原廠嘅前後獨立冷氣嘅，炎炎夏日後座嘅乘客咧都會更加舒服。咁其他配置就包括有後視鏡頭同泊車警示器，咁泊車都更加安心啦。咁另外仲有藍牙 GPS 導航、車聯網系統等等。咁講多少少呢個車聯網嘅系統啦。咁傳統貨 van 有故障嘅時候呢，一般都需要翻廠或者車房咁篤下電腦睇個代碼先知咩事。咁呢部 EW4 就好大方嘅，除咗直接顯示喺佢哋個面板屏幕呢，如果你配埋張 SIM 卡俾部車，咁佢仲會直接將個故障嘅信息傳送翻代理，咁等代理主動跟進個維修，包括提早訂零件同埋帶齊料先上門跟進，咁節省唔少嘅時間。咁跟住同大家睇睇個載貨空間啊。咁 EW4 嘅法定最高載重咧係有成1.4噸。咁貨艙內部嘅尺寸都好大嘅，大概就1.7米乘1.7米乘1.35米啦。咁配埋個電摩打咧，真係唔使擔心高負重會有太大嘅問題。咁呢個6座位版本咧，中排座椅係可以摺疊啦，咁大大增加載貨嘅靈活性。咁至於隔貨網啊、梯地台同埋木製嗰啲防撞咧，咁代理交車嘅時候已經幫你搞掂晒㗎啦。咁另外啊，代理都仲可以幫你改成個冷藏車，個冷機最凍可以打到落零下20度嘅，咁車埋冷凍食品啊、鮮花咁都絕對冇問題。咁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喺留言區揾到28truck.com 嘅呢個冷藏版本嘅車盤資料。咁總結一下啦，九龍嘅 EW4 咧喺電量續航同埋載重能力上都表現出電動客貨 van 嘅優勢。就算係用車米數大咧，每個月個皮費都係千零蚊嘅啫。咁而家代理就標價20幾萬，想試車出車或者係查詢嘅朋友，都歡迎聯絡翻香港獨家代理恒昌行汽車有限公司。
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